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 Jason。咁今日呢條片呢，就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呢，用 OBS Studio 喺一啲直播嘅台，例如 Twitch 啊、YouTube 啊呢啲地方呢，就做一個直播嘅。咁啊，話說早排有啲人呢，就問我，點解我呢部電腦字幕都唔太差，但係呢喺個 Twitch 度睇呢係好鬼窒嘅，但係自己玩呢好順。問類似呢啲問題，咁今日咧就同大家分析一下啦，好嘛？咁首先呢，一啲基本嘅設定講講先啦。咁樣咧呢個就係我 OBS Studio 嘅嗰個界面啦，你可以見到其實好簡單，中文字 OK，由呢度開始先好嘛？場景呢就係 set 你自己一個求其俾個名佢，然之後呢，再喺來源嗰度加啲你想要嘅嘢，例如我加張圖 OK，我求其加張圖，我加 YouTube 嘅 logo 喺度。咁呢，喺你直播嗰個 Twitch 度啦，例如Twitch 以 Twitch 為例啦，就會顯示咗你呢張圖出現㗎啦。如果你想顯示遊戲嘅話，即係一啲畫面諸如此類咧，因為我而家冇開，咁啊你只需要用遊戲攝取或者係呢個唔係視窗攝取，冇試過錯咗，咁就得㗎啦。咁有啲人咧話用視窗唔係咁好喎，咁啊用遊戲咯。咁視窗攝取同遊戲攝取嘅分別係咩呢？遊戲攝取淨係可以揾到你隻 game 嗰個畫面，但視窗攝取咧可以用 Google，即係例如YouTube，你睇緊 YouTube 啦，你可以攝取 YouTube 嘅嗰個畫面落嚟啦。之後顯示器咧就係成個連埋桌面啦、叉啦都掉晒落去，就係咁簡單啦。OK，好啦，我哋正式入去設定嗰度先。咁你見到呢度咧就係 OBS Studio 嘅設定啦。第一版咧語言嗰度咧教翻自己想要語言啦，好簡單。背景主題都係啦，自己想要嘅顏色。其餘下面嗰啲咧 default 就得㗎啦。串流方面咧。串流服務係啦，揀翻串流服務得㗎啦。服務商咧揀翻你想直播嘅地方啦。OK，然後咧伺服器咧就揀翻最近你國家或者地區嘅嗰個伺服器啦。串流金匙可以喺邊度攞到呢？轉頭同大家分析下。好啦，咁啱啱咧就講到話咩金匙啊嘛？金匙喺邊度攞到呢？咁我哋嚟到 Twitch 呢個畫面做一個例子，OK。咁呢，首先撳到呢度啦，右上角，因為佢界面就有啲唔同，所以呢，呢個版本同下個版本呢，可能有少少分別，不過基本嘅設定應該冇乜分別嘅。撳落儀表板度，儀表板啦，你中意啦，之後再撳去設定。你見到串流金匙、金鎖、金匙，你中意啦，我唔 care 嘅，撳落去啦。然後咧，我撳出嚟啦啊！咁你撳咗落顯示金匙之後咧，就將佢嗰條 key copy 之後，然後去翻啱啱 OBS Studio 入邊嘅串流金匙呢度成個劈落去，然後就確定佢啦，套用再確定啦，咁就搞掂啦。好啦，咁嚟到輸出呢一度啦，輸出呢一度呢，就有少少嘢要講嘅，咁關鍵位都喺呢一度啊。你究竟點解玩嘅時候唔拎直播出嚟係彈下，好似得10幾 FPS 咁樣啦。輸出模式咧就教翻進階好啲嘅，簡易咧就係咁樣嘅啫，進階咧又咁樣嘅，我用進階嘅。OK，咁教翻串流啦，編碼器呢度下面呢個咧係用 CPU 去做一個編碼器，上面呢個咧係用你嘅 display 卡做編碼器。咁呢個 NVENCH.264呢個咧係 NVIDIA 嘅一個佢哋自家嘅編碼器嚟嘅。如果你唔係 NVIDIA 嘅顯示卡嘅話呢，咁就未必有呢個編碼器啦。
如果你係 AMD 朋友仔呢，咁可能有另外啦。咁但係我唔係，所以我唔知。如果有嘅話呢，就用呢個，冇用唔好用 X264啦，係啦，因為呢個就比較冇咁食效能嘅。另一方面呢，就剔翻啦，重新縮放輸出，你可以選擇自己嘅解數度，即係 Twitch 嗰度睇嘅人嗰個解數度，1080P、720P。一般嚟講咧，我呢就 set 翻1280×720，就係720P 嘅輸出。有啲人可能話自己部電腦可能已經係勁高階嘅，咁咪1080P 咯，你中意啦。OK。位元率控制方面咧，呢個我唔太熟悉，不過有朋友就話咧 VBR 咧食嗰個網絡嗰個容量就比較少嘅，咁所以就用 VBR 啦。位元率方面咧，就睇翻你自己上網嗰個速度、上傳速度去決定嘅。一般咧2000到3000或者3500咧已經好夠㗎啦，直播拍片就要高啲啦。OK，咁呢個就唔使啦 ，default 0就得㗎啦。到呢度啦，預置呢一欄呢，如果你唔係用編碼係 NVENCH.264 嘅話呢，係未必會出現嘅。如果你係用呢個呢，跟我一樣 set 做高性能。至於下面點解有低延遲高性能啲咩嚟嘅咧？喂，有得揀梗係揀呢個啦，但係咧，因為佢冇詳細咁樣解釋到，所以我覺得佢係如果你用低延遲高性能，可能喺一啲後製或者你背景嗰啲嘢度會消耗咗少少嘢嘅，咁所以我就穩陣啲高性能夠噶啦。OK，profile 呢一度咧明就得噶啦，級別 auto 啦。使用呢啲全部 default 得㗎啦。音效方面set 翻你自己想要嘅音效啦。取樣頻率呢度咧，一般就44.1 kHz 咧就夠㗎啦。係啦，一般就唔使太高嘅。影像方面咧，呢兩個咧，一般就以翻你自己 mon 嗰個解數度就好夠㗎啦。唔使點轉嘅。OK， 壓縮方式方面呢，我呢個亦都唔太清楚。不過呢，有朋友講話，呢個中間呢個乜叉叉16個樣本數夠㗎啦，唔使搞咁多啊。OK， 我聽講。FPS 方面呢，呢個就要睇翻你自己部電腦啊，個 CPU 同顯示卡嘅能力可以嘅60得嘅，真係。問水喎，有少少爭咁啲喎，30、48、40 OK 㗎啦。快捷鍵方面呢，呢啲就自己研究啦，因為呢啲就個個人都唔同嘅。你中意教咩快捷鍵，撳完就消失啲乜啊，顯示啲乜你中意啦。進階方面標準得㗎啦，呢個程序優先順序標準。下面嗰啲呢，咩錄影實況延遲自動重新連線網路全部 default 得㗎啦，唔使理佢咁多。如果你話喂好大 delay 喎，台成咩5分鐘喎，點算啊？咁可能要喺實況延遲度自己校一校啦。不過呢，你要睇到呢度呢，預計記憶體使用率，即係代表呢，可能喺你hard disk RAM 方面會消耗多少少容量，咁呢個自己要睇住。影像方面呢，我點解留最後先講呢？因為呢個呢，身同感受其實唔係嘅，我之前嗰啲全部都身同感受嘅，我都試過玩嘅時候唔叻，Twitch 睇係好叻嘅。咁影像方面呢，點解我身同感受呢？因為呢，我之前就話呢度有啲 setting 可以 set 做709整。RGB 咩都 set 鬼晒最高，呢啲話影響唔係好大啫。佢影響的確唔係好大，但係顏色嗰個調製呢就好大啦。如果你色彩空間呢度 set 到709呢，會好暗嘅，好暗。OK， 好，交叉咗佢先。OK。
好啦，咁啊設定嗰方面同埋下面呢啲場景來源都講晒啦。咁 OK，今集就係咁多啦。如果大家有乜疑問呢，都可以問我。咁啊，記得訂閱我 YouTube channel 啦，同埋 like 翻呢條片，仲有 share 出去啦。OK，今集就係咁多，下集再見，係咁先，拜拜。